各位同事、各位戰友，大家好，我係東東雲吞麵小薯護士。喺正式開始之前，等我快快介紹下自己。我係一位香港護士、淋巴癌康復者、醫護內容 YouTuber， 亦都係一位 AI 影片製作者。我嘅使命好簡單，讓醫護知識變得簡單有趣。所以今日呢堂課，我唔會照書讀，我會用最貼地、最潮、最易入腦嘅方式，同大家拆解香港感染控制全攻略。Ready？ 我哋開波。今日我哋會一齊行7個關卡，就好似打機個 level 咁。1. 咩係感染控制？裝備認知。2. 傳染病傳播途徑，認識敵人。3. 手部衛生基本功，4個人防護裝備 PPE， 穿起戰甲。5. 清潔與消毒，戰場淨化。6. 醫療廢物處理，戰後收尾。2. 預防針刺意外，自身保命。記住，感染控制唔係考試題目，而係真係會救人命嘅技能。咩係感染控制？一句講晒，感染控制就係一套預防及控制病原體傳播嘅措施。佢有3大目標，記住呢個3保口訣：保護病人，病人入院係嚟醫病，唔係嚟中招；保護醫護人員，即係保護你我，唔好反攻變病人；保護公眾，病唔好喺社區擴散開去。舉個我哋經歷過嘅例子 ，Covid 疑似個案係咪即刻要隔離加著晒 PPE？ 冇錯，呢個就係感染控制最經典嘅實戰。傳染病4大傳播途徑，要打仗先要識敵人。傳染病一共有4條主要傳播路線： 1. 接觸傳播，分直接、身體接觸病人，例如握手、扶病人；同間接，摸到污染過嘅物品，例如門柄、床欄。例子：MRSA 金黃葡萄球菌、諾羅克氏病菌、肝炎。預防招式：勤潔手加戴手套。 2. 飛沫傳播，咳、噴嚏、講嘢都會射出飛沫，飛大約1米以內就會跌落地。例子：流感 Covid 8日咳。預防招式：戴外科口罩加保持1米距離。小貼士：你同同事傾偈傾到口沫橫飛時，記得飛沫飛緊。 3. 空氣傳播，呢個最棘手。微小飛沫核可以喺空氣中飄好耐，仲會隨住冷氣、氣流飄超過1米。例子：肺結核、麻疹、水痘。預防招式：N95 口罩加負壓隔離房。謹記，普通外科口罩擋唔到空氣傳播，一定要 N95。4. 血液及體液傳播，透過傷口、針刺、性接觸傳播。例子：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愛滋病。預防招式：用 PPE 加用安全利器加接種疫苗。手部衛生基本功中嘅基本功。WHO 手部衛生5個關鍵時刻。世衛 WHO 話俾我哋知，洗手唔係見人就洗，而係要喺5個關鍵時刻洗。1. 接觸病人前。 2. 進行清潔無菌程序前，例如打針、洗傷口。 3. 接觸體液後，血、尿、痰、嘔吐物。 4. 接觸病人後。 5. 接觸病人周圍環境後，例如執完床、摸完床欄。記住口訣：病人前、無菌前、體液後、病人後、環境後。正確潔手7步驟，至少20秒。光知幾時洗仲未夠，點洗先至關鍵。潔手7式：手掌、手背、指棘、指背、拇指、齒尖、手腕。整個過程至少20秒，大約等於唱2次生日歌。個人防護裝備 PPE 有咩裝備？由頭到腳一套完整 PPE， 包括帽子、面罩、口罩、防護袍、手套。PPE 穿戴步驟，記住由內至外，由上至下。1. 潔手。2. 戴口罩。3. 戴面罩。4. 戴帽子。5. 穿防護袍。6. 戴手套，手套要包住袍袖口。PPE 卸除步驟都係最危險嘅一步，通常中招就喺脫嘅時候，因為污染物全部喺外層。記住9步： 1. 脫手套。 2. 潔手。 3. 脫防護袍。 4. 再潔手。 5. 脫帽子。 6. 脫面罩。 7. 再潔手。 8. 脫口罩。 9. 再潔手。黃金原則：每脫一件裝備必須潔手1次，唔好怕麻煩。呢個就係專業同業餘嘅分別。清潔與消毒，院舍日常清潔，高接觸點，
以下呢啲位係細菌熱點，每日至少清潔消毒2次。門把、扶手、床欄、電燈掣、床邊、廁所設施。消毒劑用1:49，漂白水或酒精抹布。漂白水稀釋大法，考試常考。兩個比例一定要記住：1:49漂白水，1份漂白水，49份冷水。一般清潔消毒1:4漂白水，1份漂白水，4份水。處理血液、嘔吐物，注意要現配現用㗎，一定要戴手套，唔好以為琴日溝定今日用得，氯氣會揮發走，效力會大減。醫療廢物分類，香港醫療廢物分6大類，必須用黃色箱、黃色袋收集。受污染利器、針、刀片、化驗所廢物、試管、培養皿、人體及動物組織、傳染性物料、敷料、紗布、棉花、其他廢物。簡單啲，黃色等於危險，等於一定要分清楚，千祈唔好掉錯入普通垃圾桶。預防針刺意外，保住自己條命。5大預防招式。針刺意外係醫護界頭號職業傷害，記住以下5招：唔好雙手回吐針頭，最多人中招。使用後立即棄置於離氣箱，離氣箱唔可以超過7成滿。使用安全針頭裝置。接種乙型肝炎疫苗，自保金鐘罩。不幸中招，針刺意外後處理5部曲：冷靜，跟住做：1. 由近心端擠壓傷口排血，將病原體擠出去。2. 流動水及肥皂清洗。3. 酒精、安爾碘消毒。4. 立即上報上司，唔好怕醜，唔好瞞。5. 72小時內評估及預防性治療。OK， 今日香港感染控制全攻略到呢度圓滿結束。大家記住呢3句話：勤潔手、識 PPE、防針刺，呢9個字救自己又救人。感染控制唔係紙上談兵，而係每日反攻嘅肌肉記憶。希望今日嘅內容幫到大家。想睇更多醫護內容，歡迎訂閱東東雲吞麵小薯護士 YouTube 頻道呀！我哋一齊守護香港醫護安全。多謝大家。